有得揀同禰豆子玩，我就唔同炭治郎玩咯。歡迎收睇 X Power Gear Lab。喂，最近《鬼滅之刃》無限城篇啊，就已經榮登呢個香港本年度最勁嘅票房電影。咁啊，佢嘅周邊產品亦都係好受歡迎啦。X Power 都有嘅 ，X Power 咧就有一個好精美嘅時鐘，同埋咧有2個嘅叉電器嘅。而佢最聰明嘅地方咧，我就覺得佢買嗰啲拉繩啊 IP 咧係買咗女仔嗰邊嚇，咁啊我身為男仔咧就會中意好多，即係有得揀嚇，我梗係同禰豆子玩啦，唔會同炭治郎玩啦，係咪？咁啊，除咗有禰豆子之外咧，仲有戀柱嘅啊！我講翻啲產品先，咁其實咧呢2個咧就係充電器啦，咁就有2個 Type C 輸出同埋2個嘅 USB Type A 嘅輸出嘅，支援 PD 3.0，最大輸出咧係有35瓦嘅。咁同其他 X Power 嘅充電器一樣啦，裡面有晒所有嘅保護裝置啦，過充、過熱、過流、短路等等咧都有保護噶，咁呢啲咧都係好安全嘅。由於經常都講充電器啊，不如我哋今集咧講多啲呢個數字鐘啦。見到佢粉紅色嘅造型啦，上面有禰豆子啦，有戀柱啦嚇。粉紅色女仔應該都中意啦，而喜歡鬼滅女角嘅毒 L， 好似我咁啊，亦都會好中意嘅。上面咧有一個大家見到好熟悉嘅圈圈啦，係可以俾大家充電嘅。佢最大咧係可以做到15瓦嘅無線充電。咁後面咧就有2個 USB 位啦，一個 Type C， 一個 Type A。Type C 嗰邊咧就係俾呢個數字鐘供電啦，另外 Type A 嗰邊咧就可以俾你插翻 USB 線咧，再去插其他嘅設備嘅。咁我哋而家着佢睇下啲數字幾靚仔先。咁大家見到啦，除咗有呢個時間顯示之外咧，側邊咧亦都有呢個燈光嘅。燈咧都有2種嘅，暖色、冷色。咁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暖色多啲嘅。普通嘅跳字啊、着燈啊、叉電之外咧，佢當然咧仲可以做埋一個叫鬧鐘功能嘅。咁啊可以set 最多3個嘅唔同時間嘅鬧鐘喺裏面。咁而家就開學啦，係咪嚇？可能咧大家咧都需要咧有個鬧鐘咧去叫醒自己係翻學嘅。咁如果有禰豆子同埋戀柱咧嚟叫自己翻學咧，咁就好開心啦。2款 X Power 鬼滅產品咧已經有現貨啦。咁充電器咧有2款啦，就係199蚊嘅，而呢個咁靚嘅數字鐘咧就係328蚊嘅。2款產品嘅做工啊、表面印刷等等咧都真係做得幾靚，個質感都幾好嘅。咁如果中意嘅朋友咧，可以上網站留意下啦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